Hello，大家好，我係 Louis， 歡迎大家翻到嚟不曾遠去的硝煙嘅頻道。今日我哋要嚟傾一個令到全世界戰鬥機愛好者都要心碎嘅話題，嗰個就係傳奇嘅 F-14熊貓戰鬥機，伊朗空軍嘅驕傲，冷戰時代嘅最終幻想，可能真係要同我哋講拜拜啦。咁喺2025年嘅6月中呢，以色列國防軍就突然公布咗一段影片，畫面顯示佢哋對伊朗嘅德黑蘭梅克拉巴德機場發動咗精準嘅打擊，主角就係呢兩架停喺機堡外邊嘅 F-14， 一聲巨響，火光衝天，好多人都話呢個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係熊貓時代嘅終章。但係事情真係咁簡單？伊朗聲稱被攻擊嘅熊貓戰鬥機只係早已經被停飛嘅零件機，用於引誘以色列空襲。咁呢一場攻擊嘅背後，究竟係伊朗空軍嘅重大損失，定係一場精心設計嘅資訊戰？今次就俾我哋一齊嚟做一次柯南，剝開層層嘅迷霧，睇下呢一對波斯貓嘅最後身影。首先，我哋嚟仔細咁睇下以色列公佈嘅呢段片段。專業嘅軍事迷好快就好似攞住放大鏡嘅福爾摩斯，睇到幾個唔對路嘅地方。首先，第一，飛機嘅狀態，你睇下呢兩架飛機喺被擊中之前，喐都唔喐，周圍都冇地勤活動嘅跡象，佢哋就好似兩個雕像咁樣停喺度，彷彿就好似講話過嚟打我啊！咁喺一個高度戒備嘅軍用機場，尤其是喺個首都嘅機場，正常嘛？第二，爆炸規模睇起嚟好嚇人，但係好多分析都話呢一個爆炸威力似乎有啲唔係好大，唔係好似傳統嘅2000磅炸彈或者係 Jadam 一類嘅炸彈，更加似係一種小型精準嘅彈藥，譬如 SDB 或者係無人機發射嘅小型導彈。以色列嘅呢一次操作可能係為咗慳錢，或者目標本身就冇咁重要。第三，亦都係最關鍵嘅，就係呢兩部戰鬥機到底能唔能夠飛呢？好多網絡上嘅觀察家一早就發現，梅克拉巴德機場其實更加似係伊朗空軍嘅 F-14 器官捐贈所。呢一度早就已經放咗大量停飛，甚至被拆到得返空殼嘅 F-14 同埋其他嘅戰鬥機。佢哋嘅作用一部分就係作為器官捐贈者幫手去續命，掉返剩返嘅零件去維持住極少數可以飛嘅夥伴。另一種呢，就係做一個所謂嘅 decoy 或者係引誘機。喺現代戰爭裏邊，用假嘅冇用嘅彈藥嚟去吸引敵方嘅火力，消耗對方昂貴嘅精準彈藥，係一種非常划算嘅戰術。所以以色列今次炸嘅會唔會就係兩個唔能夠飛嘅空殼，係伊朗故意擺出嚟釣魚？甚至都有人懷疑會唔會呢段片段都係 AI 生成或者後製過處理？畢竟而家嘅技術眼見嘅唔一定為實。咁呢一場戲裏邊又係邊個做導演，邊個係演員呢？要了解今次事件嘅真正意義，我哋就要嚟去了解一下伊朗嘅 F-14而家嘅現況。呢一段係一段好傳奇又好悲壯嘅故事。話說喺70年代，伊朗仲係美國喺中東嘅鐵桿盟友。嗰陣時嘅巴勒維國王非常有錢，都非常有野心。佢由美國手上買到咗嗰陣時連美國海軍自己都啱啱裝備咗冇耐嘅頂級貨 F-14 熊貓戰鬥機。伊朗都成為咗全世界除咗美國之外第一個 F-14，亦都係唯一一個 F-14 嘅用戶。呢一批嘅 F-14 戰鬥機配搭射程超過150公里嘅 AIM-54 不死鳥導彈，喺嗰陣時嘅中東嚟講，簡直就係降維打擊嘅存在，係開外掛級嘅犀利武器。但係好景不常，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由美國嘅盟友一夜之間變成咗死敵，美國即刻對伊朗實現咗全面嘅武器禁運。呢一下慘啦 ！F-14 係出咗名好嬌貴嘅武器，維護保養極其複雜，尤其是係佢哋嘅發動機，對零件嘅需求量非常大，斷咗原廠嘅供應就等於斷咗命脈。喺跟住落嚟嘅幾十年裏邊，伊朗嘅工程師真係用咗愚公移山嘅精神嚟去維持呢一支熊貓機隊。咁佢哋做咗啲咩續命大法呢？首先第一就係拆東牆補西牆，將一部分嘅飛機永久停飛，作為零件嘅來源，去維持另一部分飛機嘅運作。今次喺梅克拉巴德被炸嘅，好可能就係屬於器官捐贈者。第二，黑市走私。據講喺伊朗門事件裏邊，美國為咗換翻啲人質，曾經偷偷咁樣
賣咗俾伊朗一批 F-14嘅零件同埋鳳凰式飛彈。之後各種真假難辨嘅走私渠道都從來冇斷過，直至美國禁止相關嘅黑市貿易同埋終止對熊貓式戰鬥機嘅維護。第三，逆向工程，伊朗都曾經自己試過自己去製造零件，佢哋甚至聲稱幫 F-14升級咗，佢哋叫做 F-14AM， 但係呢一啲國產貨嘅性能同可靠性始終都係一個謎團。經過咗40幾年嘅掙扎，原本接收嘅70架熊貓式戰鬥機，到今日真正完整咁具備作戰能力，能夠隨時升空嘅戰鬥機，外界估計可能都係得返個位數，大概可能就係3到6架咁上下。咁而呢啲最寶貴嘅戰鬥機，全部都集中咗喺伊朗中部伊斯法罕嘅基地，包括第81戰術戰鬥機中隊同埋82戰鬥機戰術中隊。喺嗰度先至係波斯貓真正嘅巢穴，但係目前為止都冇任何嘅證據顯示伊斯法罕嘅 F-14遭到咗攻擊。所以如果大家回頭再睇以色列炸咗德黑蘭嘅2架 F-14，對伊朗空軍嘅實際戰力到底有影響幾大呢？答案係不言而喻嘅。所以比起其他實際上嘅戰爭影響嚟講，呢次更加似係一場心理戰或者宣傳戰。以色列就好似同全世界咁宣佈，你睇下，我能夠隨時隨地咁打擊連你都最引以為傲嘅 F-14戰鬥機。呢一次嘅操作可以講係殺人誅心啊！好，咁我哋搞清楚呢2架 F-14可能都係臨記之後，我哋能夠喺呢次嘅事件裏邊睇出咗現代戰爭邊一啲嘅新趨勢。首先就係我哋啱啱反覆咁提到資訊戰同心理戰嘅重要性。現代戰爭打嘅唔單止係導彈同炮彈，更加打嘅係認知戰，透過發布真假難辨嘅影片，打擊對方嘅士氣，影響國際輿論，甚至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嘅效果。以色列正正就係呢一種做法嘅高手，而伊朗就用所謂嘅引誘機嚟去應對，都算係見招拆招。呢一場你炸我假目標，我又俾你操翻啲戰果戲碼，未來可能就會越嚟越多。第二，都突顯咗好似伊朗咁樣嘅國家喺維持老舊嘅高科技嗰陣時面對嘅巨大困境。冇錯，F-14係一部偉大嘅戰鬥機，佢嘅設計理念、可變式嘅後掠翼、強大嘅雷達同埋長程嘅導彈，喺嗰陣時可以話係劃時代嘅。佢嘅 AN/AWG-9 雷達口徑巨大，功率強勁，喺設計嗰陣時為咗就係由百幾公里外攔截蘇聯嘅轟炸機群。但係英雄都怕歲月磨，佢嘅韓電系統始終都係60年代嘅技術，充滿住大量類比式電腦同埋機械儀表，維護起嚟係好麻煩嘅。而且佢嘅雷達散射截面面積非常巨大，喺現代嘅隱形戰機面前就好似黑夜裏邊嘅螢火蟲。伊朗曾經為咗佢嘗試整合俄製嘅導彈，甚至傳聞裝咗新嘅雷達。但係到最後都係治標不治本。用翻一本老書嘅説法啊，佢就好似係武功高強嘅老前輩，內力深厚，但係招數已經跟唔上時代。長期以嚟都一直有傳言就係話俄羅斯嘅蘇35戰鬥機會接替佢哋嘅位置，但係呢筆交易都可以講係雷聲大雨點小，可憐嘅波斯貓都只能夠繼續苦撐。今次被炸無論真假，都係好似喺佢悲壯嘅故事裏邊加上咗一筆無奈嘅注腳。所以我哋翻返去最初嘅問題，以色列對 F-14嘅攻擊意味住乜嘢？對軍事迷同航空迷嚟講，呢個無疑就係象徵住一個時代嘅落幕。嗰架曾經喺 Top Gun 裏邊令到我哋熱血沸騰，代表住力量同埋美學、暴力美學嘅結晶，終究都係敵唔過時間同政治嘅洪流。佢嘅每一次損失都令到我哋感到惋惜。由軍事嘅角度嚟講，呢次攻擊嘅實際戰果好可能好有限，但係佢就係一次教科書級別嘅現代化打擊展示。以色列用先進嘅隱形戰鬥機，又或者無人機，穿透咗敵國嘅首都防空網，精準咁摧毀咗具有高度政治意義象徵嘅目標，然後再用一段影片喺全世界範圍裏邊收割宣傳效果。今次嘅攻擊摧毀嘅唔單止係2架一早已經報廢 F-14，更加係伊朗空軍嘅面目同埋信心。
呢個都不禁令我哋去思考，就係喺隱形技術、無人機同資訊戰主導嘅今日，嗰啲曾經嘅天空之王，佢哋嘅歸宿又喺邊度呢？好似 F-14呢一款充滿住經典情懷嘅老機，到底能唔能夠好似電影《Top Gun 2》裏邊，至少打落返一部第5代戰鬥機，又或者至少係喺空戰裏邊被擊落呢？咁我諗未到伊朗成個戰爭結束，我哋都應該未睇到呢一幕，好多嘢都講唔埋嘅。雖然我覺得可能性就極之少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到底 F-14對大家嚟講又係點樣嘅一部戰鬥機呢？你對 F-14呢一款經典戰鬥機到底有住點樣嘅回憶？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分享你嘅睇法。歷史嘅車輪滾滾向前，再傳奇嘅武器都有謝幕一日，但係佢哋嘅故事永遠都會俾我哋記住。我哋下期再見，拜拜。